公年米家米屋如爱睇门巷叠春联，其实年菜传统系叠办年花。韩国传统嘅办年花，单单如系门式随身也到，也下爱睇呢到时代，就过来表现艺术神法，也系彩体文化。因为韩家入面现代元素嘅图腾色彩，办年花嘅画家朱金生就老师创作办年花旗下10年呢。为到爱办年花，冇本艺术嘅技术推起。一路结合嘅无穷用嘅素材，发展出一系列办年花嘅态路、明信片、风暴落嘅夜道，又有创意又有纪念性嘅书送片，希望行出传统，就会有韩国多人接触认识办年花嘅创作。祝时燃漫。3、2、1。发快春漫。庆祝让凤年，这张图代表福气满满，美代表富贵平安。祝福客家电视台老所有的观众，祝年祝事顺利，祝事平安。每一部写动匠嘅办法，虽然係傳統嘅題材，不過創作到動目炯炯，也係用主年嚟做主題嘅辦年花，可以來動形式。這種花係用包裝啦，就一年之嘅意象來表現出來嘅年花，所以這種花係祝時燃滿，慶祝咧豬年，大家能夠祝時燃滿。法是富貴，代表就是我們今年要又富又貴嘛。那豬這個豬呢，我們身上也穿了花布，我覺得說這比較代表我們客家人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一些的。印記這樣子，這種圖哦，代表富貴，喺苗丹哈，所以佢寫過年度仲係鬧熱嚟寫，喺呢種土地為咗簽啊，就個蝙蝠啊，代表個財源滾滾啊。對地方文化、日常生活到動有年節氣氛嘅東西，都係嚟創作辦年花嘅題材。其實辦年花最早係喺中國發展出來嘅。最早嘅佛教傳到中國來時間哈，佢當到師傅咧講經，啊信徒當到早已是唔記得咧，啊，喺我們想出一個方法，其實那個所有經書嘅事啊，書卡好些校長印出來，經書就係已經看看咧，當單條啊，哈，是冇乜意思。我們個經書地位，佢咪順天咪開得佛像的地位。辦年花嘅發展對客建築在嗰度佛像神像，下後過年過節開始有人客門神隨身也到，動有聽到氣氛嘅圖。唐朝到明朝就是種法，到明朝以後，其實那個門神用卡的，卡在前頭紀念，按家家戶戶睇這個是做這種搭配。上了去倒去個染的，又漸高的，又斜又平的，像嗰種，所以要看個線條，就是要是那種漸的，是那個線條，是那種漸的刀是開條線，長那個位頭。傳統嘅辦年花，年菜係刻土樹苗嘅紅，也下塑料較難切，古數單單都該用紫樹紙板。為好客，價格好好。朱金生係台灣少數嘅辦年花畫家，結下10年來都睇創作辦年花。看朱先生刻到暗松樹，就算唔了解辦年花，未加咁地的位多少。剛剛那是半圓的，可背景比較大一點的。然後這個做那個輪廓的時候就要用這一張，這支筆。所以這個修正的時候。衣服裡面褶紋啊，線條比較小，主要線條它就可以大一點。唔過現代印刷技術按發達，嗰數近來見少年嚟做一項辦年花創作。你啊技術印刷啦，當到因為種翕相嘅方法啦，種機器人當家開始先睇個古草跟美草。所以用你啊印刷的方法啦，呢種嘅藝術留下來，不過你啊做嘅嘢咪見到見少咧。少會無言來傳，
古所主基本上改变扮演化传统图像嘅限制同形式，主题图韩国色彩风展现出动佛跳嘅风格，含同扮演化做出态度，做出同意无穷用嘅纪念品。这每条之战态度啊，保存当球唔讲讲，门面体啦，冲主体，做保存下球，所以我想扫帚了种嘅。美人为种个个保存方法，按呢种个内容，冇限制，所有都全部做个态度。也近年来逐渐上嘅学生嘅美图创作方向方免掉嘅，懂得会做出同传统冇共用嘅东西。这几年还是加上自己的生活经验跟一些生活上去外面走一些风景之后，把一些那个元素放进去了。我们在做版画当中，一开始我们都当然是朝很传统的方向去做，可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慢慢就是比较有新的一些的题材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人为逐渐上未发展出一系列上手嘅明信片同风暴录嘅，係顯推人公然輸從嘅新鮮車。透過做個明信片設計當好，讓研發做的地步，你也冇人記咧嘛。你也是整個幼兒園收藏郵票，所以做明信片啊、來風暴啊，搭你下個當然郵票出嚟個生肖個郵票，所以收藏嘅人免冇少。圖主基本上嘅工作室圖風，每一部作品都展現出創作者一定程度藝術內涵，對想出主題、畫圖、戲卡都親密詳細演說出來。做地個運用同豐富嘅素材，按你扮演化也向傳統嘅工藝同新嘅時代也有為新氣象，氣象流傳嘅跳落歡喜嘅氣氛。